5月27號生日嘅朋友，祝你生日快樂，身心靈健康。你係一位低調、有禮貌、好成熟、令人安心嘅人，好尊重自己同埋其他人嘅自由，以助人為樂，但係唔張揚，中意喺背後默默咁樣幫手。個人好冷靜，亦都好淡定，好少有驚慌嘅情況出現。做事好細膩，唔中意表達自己嘅情感，睇唔起一啲太過無知嘅人。表面上就冇乜情緒，冇乜表情，但係你嘅內在就會比較容易有情緒、有內耗嘅情況出現。好多時會封閉自己。而喺感情方面，你好渴望自由戀愛，但係比較難付出自己嘅真感情嘅，因為你好中意分析愛情呢樣嘢，你會考慮條件性嘅因素選擇你嘅伴侶。對於你嚟講戀愛唔代表係婚姻。而性嘅方面，你本身對性呢樣嘢唔係太過感興趣，比起肉體，你會更加重視精神層面上面嘅契合。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你嘅知識層面好廣，你識好多嘢，亦都好創新。但係相比起揾錢，有啲嘢可以貢獻翻俾呢個社會，或者貢獻翻俾人類嘅話對於嚟講係比較有意義同埋有價值。財運方面亦都比較穩健。但係如果希望有財富嘅提升嘅話你可以多啲留意下市場經濟嘅動向同埋走向，呢一方面可以幫助到你提升財富。而你嘅人生課題係啲咩呢？你嘅內心唔平靜，好多嘢你會想去改變，但係會比較多嘅藉口啦，覺得做唔到或者係變唔到嘅。要學習真正嘅改變啊！可能從一啲小事入手嘅話習慣咗之後你會發覺原來改變唔係一種難事。